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高高讲合法》，我是民族。今本日呢，你来到关西那边，有一条路街哦。路街底度呢有一间书店，你看哪来？文化新传为己任，书店底度的头家金美关系人，佢对我睇到了道理，为了我推广特殊嘅风气，因为有安神气嘅人，行个安站地嘅书店呢，拢伫底度看到。 卢老板你好，你好，开心认识你。你好，你好。哇，今天呢来到关西的老街上面，发现竟然有这样一间这么棒的书店在这里。老板，听说你不是关西人，对，怎么会在这边开一间安永的书店呢？其实关西是很美的一个小镇，那保留很多客家生活的文化跟方式。那其实我很喜欢这样的方式，所以就在这边就住下来这样子。真的。 对，而且啊，今年还开书店给你，想必你自己也是一个非常爱看书的人吧？对啊，因为我家里很多书啊，就是摆不下，然后就拿一些来放在这边来这样子。老板，既然你看了这么多书啊，让我教你讲一句客家话好不好？好，你学了非常的受用的客家话。看书，看书这个动词的客家话的讲法就是叫做看书。看书。 我发现这边不但很多书，这个建筑这墙壁也非常特别。这个红砖屋啊，客家话的讲法就是叫做转内部。转内部。对，因为呢这边是边喝茶边看书的好地方，所以客家话四县会这样说：俩黑见色茶，见看书给好手菜。很难，对不对？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有没有发现关西老街真的很值得大家花时间去那边走走逛一逛哦？今天呢，我们认识了许多新的单字，明珠在这边带大家来一起复习一次哦。来看到第一个单字就是看书，看书，看书。第二个呢就是红砖屋，转内部，转内部。第三个，我们来学一整句话，看到这句话就是。 这是边喝茶边看书的好地方。俩是见色茶、见看书的好素材。俩是见色茶、见看书的好素材。花时间带家人一起去关西老街走一走，你会发现很多新东西哦。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